姐，你好啊。你好，ma'am。阿琪可唔可以介紹你自己先啊？早晨先生，早晨弟弟，你好嘛？我想介紹我自己，我叫羅菲利亞，我今年21歲，我哥哥係162我個仲係50幾次，我讀書到高中畢業，我未結婚，我想未夠，我驚夠，我識做嘢，但係我要做嘢做嘢，我以前做嘢係2年2022到2024，我即最中國宋朝朝正義正解活動活做，我想做嘢係香港人，為我要揾到啲錢俾我屋企人同埋俾我自己。我應承會勤力做微博在，唔該先生，唔該弟弟，多謝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好，OK，你今年21歲啦，未結婚，咁你有冇男朋友啊？係有冇男朋友？有有啊，有男朋友啊？有冇男朋友啊你？有有嘅，咁如果你嚟香港，會唔會曾經突然間婚姻你結婚啊？你幾時諗住結婚啊？幾多年啊？我做嘢先啊，我要揾到啲錢哦俾我屋企人嘅。，OK，咁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？10年，10年咁多啊？係哦，OK，好。你之前係4歲做嘢啦，2022到2024照顧一個小朋友10歲，係咪？嗯，好。咁小朋友，你係咪同小朋友一齊瞓啦，或者你自己有間房啊？你自己瞓係咪？你自己有間房？我要當小朋友。哦，你同小朋友一齊瞓嘅，好。OK，可唔可以俾我聽下？你之前係4歲咧，你幾點鐘起身啊？跟住咧，你做啲乜嘢㗎？Sekarang tanggung jam biro terus apa yang mau kerja? 第一嗯我係散，跟住咧洗面、刷嗯牙，我整乾淨屋企，抽水，嗯。我要送送小朋友食翻學。飯，喺小朋友返學，嗯跟住咧。跟住咧翻嚟屋企，我洗衫、晾衫，跟住咧清潔屋企、買嗯餸、計時。好，OK。咁你送小朋友翻學嗰陣，你行路啊，或者搭巴士啊？Numpak kendaraan apa Mak? 行加解，就行行路。行行路。哦，OK。係咁你係咪要送飯盒啊？晏晝食午餐，小朋友係咪要帶翻學啊？煮午餐，lunch box 有係冇？有嘅。有哦，好。咁佢小朋友咧，佢幾點鐘放學啊？幾點鐘放學？我5點鐘？一幾點？一點鐘。哦，OK。咁佢唔使送 lunch box 啦，佢翻嚟食午餐係咪啊？佢翻嚟要食午餐？冇嘅，唔使嘅，因為你帶翻係係嘛？你帶翻學。係哦，OK。咁係煮飯買餸都係你嘅。太太先係生有冇翻工啊？係有。翻工。哦，翻工，OK。咁你平時如果小朋友喺屋企咧，你做啲乜嘢㗎？使唔使同佢陪佢玩啊？陪佢做功課啊？咁樣㗎？有冇啊？有有有嘅，哦，OK。咁你都要睇，因為個功課都係印尼文，你識睇啦，係咪？好係，OK。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我驚狗，貓咧，貓你驚唔驚？唔驚。唔驚，OK。
OK，我想問你點解想嚟香港做嘢啊？點解你唔去新加坡啊、台灣啊、尖東啊咁樣？點解你中意香港嘅？因為我要好中意香港，啊，點解？點解好中意啊？就嗯？ Kenapa kok tentunya? 啊點解好中意啊？係咪人工高啲啊，或者環境好啊，或者點樣啊？人工高啲。人人工係哦，OK，好。咁如果你嚟香港咧，會唔會掛住你屋企人啊？因為你最細個噶啦，21歲，會唔會掛住你嘅男朋冇友啊？冇冇啊？冇，我要揾到啲錢先啦。哦，揾多啲錢先。嗱，好，OK，你認識我哋啊，你要勤力做嘢，一定要 finish contract 先翻嚟結婚，揾多啲錢先，係咪？好，OK。誒咁如果你嚟香港啦，做嘢啦，你冇自己獨立間房，你或者同小朋友啦，同老人家瞓覺，你得唔得？得得冇問題。冇問題嘅，好。咁如果你放假咧，你平日放假，星期一或者星期一至星期五，唔係 Sunday，你得唔得？得得嘅，冇問題嘅，係咪？嗯，冇問題。好好，唔該晒姐姐，唔該你，好，拜拜。